你在干嘛？做乜喺度表示？因為根本嘅要係主廚好時刻。阿龍哥，今日要嚟教大家做乜5粒星嘅料理。蔬食啊，有時候呢，清清我們肚子的腸胃啊，根本要實在哦。哎，莫講實在啦，哎，按到蛋奶素。哦，蛋奶素。蛋奶素也不是全素啊。啊，你別亂試。哎，對，哎，緊走緊講哈。哦，你拉田樹。偏別菜名啊，菜名。哦，菜名哈，黃金蔬菜卷。黃金蔬菜卷。係。好嚟，你一下，讓我暖好，讓我烤落去。好，做了。來，這個，好。叫做4粒卵。另外就做2碟卵皮啊。哦。做卵皮，好，把它攪拌均勻，讓它過篩。好，這個最簡單的。嘿。大大。我摸下嗌啊，嗬。好。好，豆腐乾對開。哦，對切咯。哎，兩台地啊，蔬食啊，你營養還是要均衡啦。哦，每日多蔬果啊，讓你啊腸道病痛遠離我啊。哎呀，下面運動了，你還少訓，你說你訓肉哦，我有堂講訓肉哦。不是啊，我是肉吸當蟲啊，我就猛禽區，我就沒可愛動物區，當然嘛肉吸下蟲啊。莫想動肉。你拉嘛？做得。多交流好唔好？哎，過篩，咁唔是夠了哦。我就按哪裡定嘅？哎，你有那個叫啊，這樣會下雨啊。哦。虎哥也是，料理界要用量，兩班要過篩啊，過篩啊，等下切卵皮啊，醬。哦。你就該過篩先，挨來切，都有蔬食，還是要配顏色。哦，可是哦，你見你有紅嘅，有橙嘅，有黃嘅。好，放菜條。但是啊，生意呢唔好食。搶菜時節啦，俺是做了出啦，因為很麻煩。因為等下從個壽司卷用。哦。哎，一件的嘿。好，我哋放甜椒咪做得。好，切的。我強切是哦，真強我強下鬆嘛。對。做了節目哦，從5分鐘料理哦，凍結的。凍結哦，泡麵嚟嘅哦。尤其啊，連夜天的時節啦，可能破嘅東西還冇想到。你搶菜啊，建議切下多啲哦。四重味啦哦。哎。好，搭過來，而家係，因為用台灣咪做得，用蘆筍咪做得。哦，你蘆筍，蘆筍又係貴啦。好，蘆筍哦。好食啦。好食，你後背吼，你一講蘆筍，咩咧？蘆嘅梅哦。係。年紀啦，你差唔多。冇啦。係，當香腸啊，溜得。葱呢？啊，現在的人啊，你是冇表你葱啊？哦，現在係啦，食啲輔助個鉗啊。有樣冇樣？好，你一表，你啊，好忙啦。咁啲啊，我。就水啲下好了哦，得係哦。慢要啊，冇打爽。咁啲有啲計到盡，台風都冇啲人到盡哦。你啊，便利粉，個啲水，小虎哦，好幫手啊。你冇甜哦，唔看。你啊，便利粉哦，叫到一啲位。一啲位哦。因為啊，你做嗰隻卵皮啊，還會爛鐵啦。哦，用啲嘅粉啊，啲還唔會爛鐵。倒落去，好啦，放過你。好，嚟表你啊。加咗便利粉全部落去。便利粉全部落去咧，做得咧。好，首先撈啲啊，炒啊。炒啊。冇炒熟就唔得啦。冇炒熟哦，佢唔會軟。你等下冇炒熟咪食唔得啦。咁卵皮等下係熟嘅。哦。係都係爆起來。炒熟爆起來哦。好，用到椒。該講英文，該講好幾個。虎哥。對。
有，好，你一下條葡萄係用油落去炸，哦鋪過，哦，你下冇用鋪啦，較生油。你冇成油啊？你茄包佢唔要成較，佢油比滾當做係強，冇夾薄嘅。油樣冇樣？哎呀，很香。啊，咁你一下夾薄嗰個係咩？當老鬼啊！太主廚係啊，太主廚咧。啊好。看到你一位夾薄嘅吼，當簡單，哦，夠大家對。吃这肺很没有形象哎。唔係啊，你把這一炸就再不會爆炸，好像千萬個隕石打到他舌頭上。你啊，他嚟幫唔到主廚打粉書。好啦，一盤主廚擘解粉書咧，嚟看阿爹姑爺煮，耶！夾薄嗰個係咩？當老鬼啊！太主廚係啊，太主廚咧。啊好，看到你一位夾薄嘅吼，當簡單，哦，夠大家對。啊，神仙水、九娘水來啊！好，食過來，瞬間嘴變落去，嚟炒熟哦。炒到熟嚇，其實哦，你唔好舌頭乾啦，你未到喺병物啊，佢而家병到肉絲味道得，冇食仔出味道得吧？肉絲味道得，韓國條皮味道得，哦，睇下條皮，味道得，好，用加啲啲嘅水客加落。哇！你看有食東醬好當然哦。啊，胡椒粉，啊辣椒，好來。哇！哎呦，這有評分哦，跟住咪同辣。跟住蛇片要試到。香油，用啲鹽，香油，鹽。好，繼續啲嚟點哦。水妹醬，你講你熟嘅咩哦？熟嘅啦，你啊，其實你啊是做一出菜啊。蘆筍田嘅甜仔會幫你做沙拉食的啊。是的啦。我吐口水嚟啊！大把就吐口水嚟，而家唔係錄音嚟啊。嘟嘟，再加啲啲嘅。加啲啲乜嘅？飲。裏面打係有皮嘛包起來嘛。好，做得嘞。好，做。喺做料理啊，順住嚟係強力料。好，十個來，煎軟皮啊。軟皮是你啊用嗰個不粘鍋，最近係用嗰個不鏽鋼鍋，未做得啦。你要熱鍋熱油。咁啊，不粘鍋防偏嘅嘛，反正佢唔會夾喎。係，等下因為咧勁起來係脆個。係脆啊。咩？哦嘛，熟嘅啊。熟嘅啊。樣都熟嘅啊，勁一下整個。剪一下亂皮嘛個訣竅。一亂皮啊。太火。雞薄馬魚，料嘅要燒。冇燒嗬，佢煎起來呀。基本用咩呢？基本鹽，韓國佢冇按片啊。冇按片。嗰啲尿片啊，睇啲尿片，尿啲東西。料，唔係料啊，不幾係拆掉。係黑水啊。好，做得嘞。我這邊還沒有面膜。呀。這樣盤啊。
唔會咪睇下頭嗰人嚟，冇翻嚟啲嘅。你做得多啦，變來啊！我真係我都吸到啦。哦。今日搶開來，摸一邊啊，兩摸共錢。哦。唔對吧？好，安做得嘞。哦，用係改種啊。誒，油啦嘛？唔是油咯，唔是油咯，唔是油。強到油做唔得。加唔多成功，一係真嘅成功，一係加大啲。係咧，國產哦。用。什麼？揾嘢揾。我冇可能。好，你一下做得嘞。你一面哦，唔是講緊擦擦哦，啲面擦是做得嘞。好，軟皮做得嘞，摘過來。啱使用藥包。做師傅嘅春錢來，降壽。因為降壽。我當降壽啊。跟晚上烤肉，你會怕？我冇用，唔係用素魚，係用膠味魚。好，做得嘞。好，等陣間有鮮肉啊，咪再表啲啲嘅肉啦。哦，你係鹹麻飯啦，好啦，佢驚。手工啊。誒，冇辦法。幾個地方咯？前日兩三點就後面空場嚟見。尤其啊，見你菜。尤其嚟要做唔得啊，啲做起來一軟會快啲。瓜，你頭先冇攞啲錢啊？係。咁錢拿過來俾我，冇，V 唔得。咩？嚟，點解啲？啊 handle。哦。好，而家就過來。快溜溜。好，用落吹下。好，先冇。唔是姜吼，你睇吹當姜。我整下嘅喎。誒，佢兩樣都輸嘅嘛。以前咪想講，哦，你睇保鮮膜用做啲吹啊，我哋飲水手啊，手把味，唔是姜啊。來。係啊，係咩想填出嘛？北嘅就滿一下，做嘛兩樣都輸嘅下一陣，包件件事實唔做好嘅。咩啊？你睇我哋件事嘅未冇做埋嘅事情啊。哦，你報自己少少，唔係呢樣嚟嘛？講笑嘅嗬，因為啊，你啊冇嚟佢吹一下，佢冇辦法啦，留佢軟皮染強下。要成當染強下。係，會叫染強下，佢可以按到定型啊。哦，原來就定型係呢咯。係。用翻衫做唔得？做唔得。要白禮拜。新月春年冇辦法，第一手學到。誒，這個按你開路啊。好，你一下。好咧。冇嘢見。好嚟。過來。做得咧，入出。唔係，好，就啱就得，睇佢磅飯磅照。兩片，我哋啊手指砧板啊。好，哎你下做得咧，先嚟佢多有啲啊冇啲啊，可能啊，一叫加啲嘛。上方寶劍，哇面狗狗誒，哦，有啲哦，有啲啊，我可以寫佢哦，救命恩人啊！啊沒有誒，原來小的好啊，未必大的好。喺家用班用嗰種誒用鉗嘅啊，咩做唔得用鉗嘅，鉗嘅是會變咧變那樣哦，綿綿啊，鉗呢就唔講誒，一定要用機啊。一隻電一隻大棒哦。阿龍哥，你啲少林廚藝學院出來啊？峨眉派。係啲鐵砂掌嘅啊？峨眉派。
我看大家都强手，强到心都唔强手的哦。走出事啊，敬业精神啊。嗯，不講笑，你嘛嘅瞬間會忍耐，耐啲痛舒服嘅。哦，哈，毕卡索没有？你好，你好，等一下。完成了哦，黄金蔬菜卷。黄金蔬菜卷，豆腐干、红萝卜咧，咸椒的，切细细的；葱的、芦笋切节节的。填豆腐干、红萝卜咧，咸椒的、芦笋落锅去炒，加到水、胡椒粉、香油、盐调味。将个萝卜炒熟以后起锅，卵打散以后用糟料沥过，并调个片泥粉水搅拌匀，煎卵皮。填炒好了的爆豆卵皮里边卷起来，之后再蒸一下，切节节的装盘就做得嘞。